看到警卫开好提前日，南部的学校当成咗遇到的状况，主要家下看到的係小林嗰些學生嘅對性環境有涉及問題，哪隻問題係發生到屏東人的3體嗰些兩片。你講看到，雖然講對兩片安全在面已經離開自家嘅家人咧，不過留下當多嘅垃圾，也間接被影響到兩位嘅學生嘅學習嘅環境。 對小南關小來嘅認識表關4年，因為從4巴士來到甲線，因為見到頭甲線關小開始新學期新生活，從年交節開始上體育堂課，面對新嘅交節、新嘅同學，小朋友心感度黏黏糊糊，看起來有一絲心焦。小林超習慣，對啊，都很久了，都超久了。會不會想念那邊的？那現在換到新的學校，習不習慣？不太習慣。為什麼？因為來到陌生的環境。快學咧，也請對小南村來嘅4人面對新環境，一場有調生分。當為頭屏東縣3體關小，快學2年冇有問題。因為小龍台入片嘅仔民將準備愛曬去撇位，流落嚟嘅大量垃圾，以下是變做高熱環境衛生嘅大問題。 因此呢，屏東福倫社特別準備270箱嘅消毒水，來清潔學校環境。我們希望每一個學校我們有配這樣的消毒水，可以在課桌椅、在教室環境、學校環境上面可以來做一些幫忙。聽完到屏東新豐關小嘅快學典禮是靠宣示咧，可能家長帶領4人行過楊新門、高峰港，至今要更加窮咧，因為有多學生嘅家長會採取大批，為聽數嘅人。 快學高校嘅心理輔導是當重要。先做觀察先做訪談我們會確認的。如果哪一些小朋友需要輔導的話，我們會把它集合成一個團體，做一些活動，做一些團體輔導。除了輔導，新豐關小嘅高職員馬發通基輔，希望用在其體現新生嘅興奮，同大家共下愛國這段時間。香港新聞高雄屏東綜合報道。